环手后生个孙仔拢未获得。咱来看，伫今年的第18号风台三多里，目前中心是高高雄的西南方的海面上，以1.8公里的速度，慢慢向北北东移动。暴风圈已经进入云林以南，还有台东的陆地，对苗栗以南还有南投、花莲、台东地区平湖造成威胁。气象署嘛表示讲，风台有继续在减弱的趋势。咱来听气象署最新的说明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午安。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陀儿目前正逐步的一直在影响我们。它现在暴风圈正涵盖在云林以南的区域以及台东的区域。目前我们预估花东的雨从昨天开始下，但是今天到明天雨势依旧这么强。南部地区的雨也会开始增强。至于基隆北海岸的雨，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也会逐渐增强。在下午2点时候，台风中心已经来到高雄西南方大约120公里的海面上。我们预估未来它会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开始往东北的方向移动，往我们西南部陆地靠近。预估明天进入我们陆地以后，强度会再减弱。目前我们海上警报区是整个东部海面、巴士海峡、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；陆上警报区是花莲以南的区域。台中苗栗以南的区域，还有澎湖。目前中度台风的中心，它在今天深夜到明天上午，有可能在登陆的这段时间，台风中心它带来更强的强阵风，容易致灾强阵风会影响到西南部的陆地，而且会让强阵风在台风靠近的过程中，各沿海的强阵风不但会再增强，它强阵风还会往内陆扩展。其实今天在彰化以南的地区，包括沿海和内陆，还有台中到桃园的沿海地区、台东沿海地区、恒春半岛、绿岛、兰屿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会有11到13级的强阵风。另外，西部的其他沿海以及新北沿海地区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。今天在新竹以北的山区、新北、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，一直到云林以南的地区，还有澎湖都有可能出现大雨。台风正逐渐往我们这边靠近，它的移动速度很慢，所以影响的时间很长。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台风环流带来的瞬间短延时的强降雨，尤其花东地区、南部地区，它降雨时间非常的长，这边请留意哦。